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8月14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1篇，列王记上卷第2章第1节到11节，约翰福音第4章第7节到26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心灵甲诚实。今日咱所看的经文《列王记上卷第2章》是大卫写予伊的后生所罗门的提醒甲交代，也是讲最后的遗言之一啦吼。今日的经文所记载，咱甲伊分做4个部分，就是4件事来看。第一项事，咱甲伊称作遵行上帝的律法。大卫安尼甲所罗门讲：我特别行世间正人所着行的路，所以你着勇敢做大丈夫，守耶和华你上帝所交代你守的，行伊的道路，守伊的律例，伊的诫命，伊的法度，伊干净的话，照所写伫摩西律法的册里的。安尼，你无论做甚物，无论对倒落去，拢会行通。也互耶和华应验伊应允我的话讲：你的子孙若谨慎守伊的话，尽心尽意诚实行伫我的面前，就你的后裔坐伫以色列国位永无断。这是大卫所甲所罗门讲的一个真重要，就是尽心尽意诚实来行。上帝应允所罗门接任大卫的时，也已经提醒这项事，就是必须爱遵行上帝的旨意、律例甲典章，需要真诚实来行。第二项，咱看见后面有接续讲到3个人物。第一个讲到约押，伊讲你也知西罗亚的囝约押对我所行的，伊对以色列2个军长所行的，就是尼尼的囝押尼尼，甲伊帖的囝押玛撒，伊杀死因2人。伊伫太平的时流因的血，亲像伫交战的时共款，将这个交战的血染伫伊的腰，甲所下的带，甲伊所称的话。所以你着照你的智慧来行，毋通容允伊白头毛安然落阴间。约押伫大卫的描述中间，是一个无忠心的恶人。伊伫和平的时期，竟然用恶毒的手法残杀大卫王手下的2位元帅。因此，大卫伫这个所在提醒所罗门，爱对待这种人的方法。第三，咱看见你讲到巴西来正囝。大卫安尼讲，你着好款待基列人巴西来遐个囝，互因常常伫你的桌食，因为我闪避你的兄押撒龙的时，因也安尼款待我。巴西来伫大卫的眼中是一个忠心的奴仆，甲伫大卫王已经落难，伊犹原忠心来提供必须要的援助，好像大记圣经的翻译同款。伫大卫落难的时阵，因犹原邀请大卫甲因共底倒来啉食。要安怎来对待一个忠心的奴仆、诚心款待主人的人，是大卫来提醒所罗门做人的态度。最后一个是讲到树梅。伊讲看，甲你伫地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囝树梅。
我去马哈念的日，伊用东的咒诅来咒诅我，总是伊有落约旦来迎击我，我就指耶和华对伊咒詛讲：我无要用刀刣你，但无得算伊无罪，因为你是聪明的人，你会知着怎样款待伊。就互伊白头毛流血落阴间。根据记载，这个树梅是算一个伫这个墙位仔顶悬的草，伊无忠心，也无信实。大比虽然答应伊无要刣伊，但是伊嘛提醒所罗门王，着爱设置即种的小人。爱用智慧来处理即类的人。咱今仔日的经文所看，无论对事就是敬拜上帝的事顶悬，或者是对人来讲，大必所强调的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诚实的生命。伊对敬拜上帝来看，一寡人的表现，就来提醒所罗门王。约押伫和平的时，杀大比的王的这个两个军长，咱讲元帅，尼尼甲阿玛撒，杀害因就亲像咧战争的共款。伊讲约押即种人是无值得信赖。巴西来甲伊的正囝，却是用真诚来对待大比。当大比落难的时，无有援助的时阵，因热心诚实来提供需要的援助。上老尾特别看到对树梅，伊是一个无忠诚、无真实的人。咱知影即种徛伫墙仔顶悬的草啊，瓦柄啦吼，咱台湾话讲四界瓦大柄吼。因此，大比王提醒所罗门，着爱设置即类的人，应当爱有智慧来分辨。重点是伫大比特别交代所罗门以及伊的子孙，着爱应当伫遵守摩西的诫命、上帝的律法，安尼信实来跟对上帝，世世代代拢要得到亨通。大比王对所罗门的提醒，也亲像今仔日的经文《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基督伫古井边，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的对话共款，来讲到敬拜上帝的事。耶稣基督来提醒这位妇人人讲，上帝是一个神，敬拜伊的人，就应该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咱甲这个场景扭倒转来伫咱的现代现状中间，伫去年武汉肺炎疫情拄开始的时阵，加州的感觉县有一群自称基督徒的负责人，冲到伫县议会去抗议，因讲上帝创造阮有呼吸的自由，所以阮无爱，阮拒绝配合防疫的喙安令，因无爱戴喙安。兄弟姊妹，是毋是感觉即群的基督徒有活出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上帝的见证呢？目前全世界的教会内底，大多数还阁维持网络的礼拜。咱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来伫网络敬拜？无准备，无注意，穿困裤。是毋是咱感觉讲反正都无人看会到？到底基督徒伫即个现代要安怎会当活出一个用心灵甲诚实的生命态度敬拜上帝呢？特别是咱即马渐渐一步一步咧开放的中间，还阁有侪限制。教会要安怎做？基督徒要安怎做？咱做伙来努力。